好啦，第二個啦，糖尿病同癌症有冇關係咧？點解大家都知嘅？我覺得好奇怪，因為好少人講嘅。咁答案係冇關係啦。咁究竟同咩癌症有關係咧？原來咧，糖尿病咧，二型糖尿病唔係講一型糖尿病啦，同肝癌啦，喺呢度上面，喺呢張係三係啦，二型糖尿病一上張。我講咗咩唔緊要。二型糖尿病咧，原來肝癌啦、胰臟啦、子宮內膜啦、大腸啦、乳腺癌同膀胱癌嘅風險都會增加。咁其中一個我想女性咧，大家多啲留意咧，其實咧好多癌症咧，而家隨住醫藥嘅增加咧，死亡率咧都開始越嚟越少，同埋數量都越嚟越少嘅。咁但係唯一咧，我想講一講乳腺癌咧，得我哋啊。係啊，乳腺癌咧，因為咧已經越嚟越多啦。咁其實咧，同我哋咧生得越嚟越少咧係有少少關係。以前媽咪生10個，我哋唔生或者生一兩個咧，其實係有啲關係。所以點解咧乳腺癌咧嗰個數字咧，其實係慢慢增加緊嘅。咁所以咧，大家真係要留意一下，可能有家族史嘅早少少去做一個 mammogram，即係夾胸嗰個咧。咁留意自己乳房，如果發現有腫塊或者乳頭流血，無論你幾時做過嗰啲夾胸嗰啲檢查，都要早啲咧去睇醫生。咁另外都想講講胰臟癌啦，雖然胰臟癌喺後生咧會比較少啲。咁但係點解我想講咧？就係因為胰臟咧喺身體嘅好後邊嘅，咁有時超聲波唔係好睇得到，亦都好遲先有症狀。多數有症狀咧就係腰骨痛。咁如果去到腰骨痛咧，其實佢已經比較後期。咁都係咁啦，減少可以引致癌症嘅風險就係唔好食煙啦，唔好飲酒。煙同酒咧，其實已經證明係1級致癌物嚟㗎啦，同石棉啦、輻射嗰啲係一模一樣嘅級數嘅。咁另外其實紅肉咧係2級致癌物嚟嘅。紅肉咧即係所有哺乳類動物嘅肉，咁包括馬啊、豬啊、牛啊都係。咁所以大家食多啲白肉，譬如雞啊、魚啊嗰啲就會好啲啊。好啦，亦都發現咧，其實佢除咗患上呢啲癌症之外咧，亦都有更高嘅死亡風險嘅。並且如果降低呢個3個月平均數嘅水平咧，相對嘅風險咧會顯著咁樣降低嘅。咁所以原來糖尿病咁緊要嘅喎。香港最高嘅死亡平均數最高咧，其實就係心血管病，跟住就係癌症。所以咧，我哋努力做好我哋嘅風險管理。咁咧又因為呢兩個病嘅因為有呢兩個病或者因呢兩個病嘅死亡，咁就會少啲啦。